师父，您可知道，您今日的一字一句，对我来说，都是诛心之论。师父，师父，任务已经完成了。到今日，刚好10日。不错。师父，还有疑问。在这次行动开始之前，诏书并没有机会参与我们的决策。也就是我们在上路之时，诏书才知道提兰殿下坐的是哪辆车。就算之后在车上，他的一举一动也都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。他说他自己出卖了情报给细作，无论我怎么算，他都没有这个时间。若时至今日，你依然要问个究竟，就不要留在疾风馆了。师父，回房去。谢谢师父肯让我留下。不必谢我。如果不是陛下有旨，你根本没有机会留在疾风馆。师父，您可知道，您今日的一字一句，对我来说，都是诛心之论。你的心太软了，在疾风馆办事，心太软不是好事。师父，您对我来说有救命之恩。我也说了，我长大一定会报答您。只要是师父让我去做的事情，无论做什么、怎么做，海市都一定会去做。相反，若是谁要伤害师父，我也一定不会放过他。可是这一次，海市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。如果今日要杀了我，陛下才能活。我会毫不犹豫把自己给杀了。今日是你自愿留在疾风馆，我没有留你。既然留下了，你要记住，不可以再伤害陛下。还要记住，办差事只有3个字。以后你遇到的委屈苦涩，每一样我都比你遭遇的多。